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耶利米书第32章第16节到35节，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吐出来。英语的吐出来是 spit out， 今仔日的主题是 spit you out， 这是对启示录第3章16节的经文。这句话是有受词、有对象的。分享之前，先甲大家分享一个阮的经验，趣味的经验啦吼。几年前，牧师伫加州甲几个朋友坐船，另外搁去一个海岛，搁租一只小细台船伫洛杉矶外海的这个叫做Santa Catalina Island 吼，伫遐来钓鱼啊。迄一摆呢，阮有邀请一位朋友，伊捌伫台湾做海军退伍的少年牧者，阮做伙去。伫迄一天，阮的海钓呢，钓的收成吼，是有史以来上丰富的一届。因为呢，这个同行的这个少年牧者，伊挡袂牢这个细台船的摇险，所以伊吐吼。真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会吸引附近袂少的鱼群来到伫阮的附近。咱知影吐这项代志是身体的一种保护的这个机制吼，就是讲对身体无法度接受的物件的反应。另外一种讲法叫做冰雹啦吼，冰雹其实就是启示录真实的意思，表达人吞袂落去的意涵。耶利米先知的祈祷安尼讲着，伊讲你的计划伟大，你的作为真正特别，你观察人的一举一动，照着逐人的行为来报应。你捌伫埃及行新约的技术，你也一直伫以色列甲列国的中间行新约技术，所以今仔日你伫人类中间有大声望，你用新约技术，互阮会对着惊吓，佮用大气力来带你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。你所接受家己因的祖先所成立的话，将这个老年甲蜜肥佮软的土地来收赐互因。但是因入来得到这个土地了后，就无服从你的命令，无遵行你的教示，你命令因做，因拢无做。所以你互因拄着大的灾难。以色列人的行为，因违逆着上帝。上帝看袂着以色列人因的诚心实意，就是因受呼召离开埃及，经过旷野的目的，就是要来上帝受责。也因为安尼，上帝非常的生气。敢若亲像约翰伫启示录中间所提到老底嘉教会的行为，上帝并无接受因。约翰来讲，你着爱写批互老底嘉教会的天使，讲迄位阿末就是忠心可靠的见证者。
迄一位上帝创造的君王安尼讲：我知影恁所做的，我知影恁无烧无冷，我愿意恁也是冷也是烧，因为恁亲像拿伦烧的水，也无冷也无热。我要对我的喙中将恁吐出来。为什么圣经讲无冷无烧，上帝就要甲因吐出来呢？敢毋是一般认为无冷无烧的即种拿伦烧的水是对身体真好吗？为什么约翰要讲上帝无欢喜呢？迄个是因为上帝伫咱的迄个信仰中间所看到即种无冷无烧的人，是事实上也毋是安尼，敢毋是因毋是干那水无冷无烧尔尔。因为信仰顶悬无冷无热的人，是得罪上帝，是得罪上帝，却毋是亲像启示录中间所咧讲的。因为恁亲像拿伦烧的水，既然无冷无烧，我就要对我的喙中将恁吐出来。而且咧讲的拿伦烧，毋是一种适合人来啉的温水，乃是一种亲像死去的水一般的臭水。为什么呢？根据这个地理的位置来看，老底嘉伊的位置的所在是伫两个河流的这个交流的所在。一条河叫做敏德，另外一条叫做里库斯。这两条河到伫老底嘉接做伙，伫顶游两边拢有两个真特别的城市，一个叫做希腊波利，一个叫做哥罗西。希腊波利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光所在，因为伊有温泉，吸引侪的旅客到伫遮来泡温泉，甚至接受治疗。因为即带的温泉带有即种咱讲碳酸钙的热泉，伊的矿物质造成真特别的治疗效果，甲真特殊的地形。这个地形呢，互人叫做白色的楼梯的即种地形吼，敢若亲像咱咧讲的迄种楼梯田，但是是白色的。另外一个支流是哥罗西市，伊著名的是冷泉。咱嘛知影冷泉伊本身带有特殊的矿物质。对伫即个河流，两个河流即个交流的所在，老底嘉接受着希腊波利的热泉的水，甲哥罗西冷泉的水来到伫遮，结果成做一个无冷无热的混合体。这两种水泉所带来的矿物质，因为水的温度改变，矿物质就因为安尼来死去。死去这个无冷无热的水，产生了无温度又搁臭的垃圾水。嘛会当讲真肥啦吼。约翰用这个水泉的情形来形容基督徒生命，亲像死去的矿物质充满无冷无热的水内底，互人也是互上帝
担着就像要吐，从喙中的即个老猪肝给吐出来。这仪表老猪肝基督徒的性命无有见证违反上帝的旨意，因的性命亲像即个无冷无热的死水，发臭的矿物质，互人想要吐。这实在是提醒咱现代基督徒，咱宁可诚做热泉，互人得到医治。或者是诚做冷泉，互人心神肉体得到爽快，感受到咱性命的利益。诗篇119篇第49节到56节，求你会记得你的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互我有仰望。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，对你的应允我得到外名。骄傲的人一直侮辱讥笑我，要求我毋捌偏离你的律法。上主啊，我会记得你古早以来的规例，对这会得到安慰。我因为遐会去杀你律法的歹人，起大受气，亲像火得倒。我无论出外去倒位，拢用你的规例做诗歌。上主啊，我眠时会记得你的同在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得到福分，因为我有顺探你的律例。感谢上帝赏赐你的恩福，求主帮助阮，诚做一个会通活出应神益人的性命基督徒，免得阮得罪你，互上帝吞不落去，要将阮吐出来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